好，我是香菜。今天呢，我要来跟大家分享5个养猫家庭必备的生活用品。其实这支影片会提到的东西，很多我以前就有介绍过，可是大家可能平常不会那么重视。当然，如果你是猫奴，然后你没有这样东西，其实也是可以过下去。但是有了这些东西之后，会让你的生活更美好。那我也没有要业配的意思，所以今天的东西我都不会讲品牌，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很多品牌有出，然后选哪个品牌并没有差别的。那今天影片里也不会提到大型的电器，还有猫咪用品等等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奇怪，我是不是变胖了？冬天吃太多羊肉了。首先第一样东西就是粘毛的滚轮，这个大家家里应该都有吧？就是只要你有养猫，你的衣服上一定会有猫毛，尤其是黑色衣服，就会超级明显的。对付那些散落在各处的猫毛，最有效的东西就是吸尘器。再来就是这种，应该很多人家里都会有这种，就是粘毛的啊。不管你是要出门前粘衣服，还是粘床单、粘沙发，布类用品上，吸尘器可能没有办法吸得那么好，你就需要一个这个。当然，因为这个会耗材嘛，就是你每粘完一圈，它这样满满的，你就要再把它撕下来。有人会觉得很麻烦，或是很浪费。网络上就有一些是免耗材的，好比说矽胶的啊，或是静电的啊。但我必须说，粘的最好用。就算你用矽胶的好了，你粘一粘上面都是毛之后，你还是要拿去洗啊。洗完之后还要再等它干，然后再拿来粘，其实并不会比较好用。再来就是静电的，静电超难用，就是它的除毛能力远远不及这种用粘的。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你去找一个牌子，然后它就是你很顺手的，你可以好好的撕它，然后不然你就多练习。那如果像面对那种床单之类的大型物件，你还是想要用静电的，你不想要一直撕的话，我之前也有做过一个静电的除毛用品评比，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。好来，接下来是第二样就是这个电蚊拍。有人家里还没有电蚊拍的吗？我先说，现在是冬天可能还好，但是你到夏天你就知道。一般来说，我们除蚊的方法有哪几种？电蚊香嘛，但是你们知道蚊香有可能会杀死猫吗？就是它里面有一些除虫菊精什么的，没有办法被猫咪代谢掉。不管是电蚊香还是一般的蚊香都一样。你如果家里够大，而且通风的话，可能还好。但是你如果是密闭空间，然后猫咪在里面的话，有一天你的猫咪可能就会空肚白沫。那有些人会说，也可以用捕蚊灯嘛，是这样没错啦。如果你的猫咪不会被吓到的话，或是你的猫咪不会手贱去玩它或是攻击它的话，那也是 OK。但我还是推荐这种就是电蚊拍，你就勤劳一点，手动去杀蚊子嘛。而且电蚊拍一定要买那种就是孔隙够小的，这样你才杀得到小黑蚊。然后如果你叫果蝇的话，也可以杀果蝇。再来第3个物品就是可以看到我身后，你家的沙发最好是有保洁垫或者是防抓布。有些猫咪可能会不小心在你的床单上啊，或是沙发上等等地方大小便，尤其是发情型的猫咪或是刚到新环境的猫咪，这种时候你如果没有一个保洁垫，你就会很难清。所以这我就强烈推荐给大家。那防抓布呢，就是像一些好比说沙发或是座椅，多拉这只猫就超爱抓这种材质的。所以你如果不想造成你的财产损失的话，最好还是有一个防猫抓的套子会比较好。再来第4样就是硅藻土地毯，应该很多人浴室门口都会放一个地毯吧，就是让你吸水啊，出来的时候水不要弄得地上到处都是。但是你们知道，很多猫其实也很喜欢趴在地毯上，然后养猫的人应该都有经验，只要你身上有水，你就会粘上超多猫毛。你的手沾水，然后在沙发上或者床上回一回，看看会不会有很多猫毛。你如果洗完澡发现你的脚上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很脏的感觉，毛毛的有东西的话，就有可能是因为你地毯上有猫。那其实我们家的猫咪也蛮喜欢趴在硅藻土地毯上的，但是它就很好清，你不管用粘的还是吸都可以很快的清得很干净。但是地毯就不是，地毯就是要费尽功夫才能把毛清得很干净。所以我个人还是会推荐养猫的人可以使用硅藻土地毯，毕竟它干得超快而且好清。最后一样东西就是大家应该不陌生吧，猫咪防护网。其实大家真的不要小看猫咪的智商，我在养鲷鱼之前也真的不知道猫咪就是这么聪明。你可以想说我都关纱窗关窗户了，它应该不可能会出去吧？没有，它就是可以先开窗户再开纱窗然后出去。我可以帮大家回顾一下鲷鱼开窗户的画面。而且就算你锁上了，他们还是有可能会选你开锁哦。那最简单的方式，可能你有铁窗，或是你自己自制一个猫咪防护网，这个成本大概不到200块，就可以防止猫咪逃家。有些人可能会想说，猫咪应该没有那么笨吧？坐在高楼，然后还会自己跳下去吗？就是曾经有猫从高处坠楼，就算不坠楼，它有可能开你的窗户，然后跑去你隔壁邻居家，自己回不来，或是可能打架打一打就不小心跳下去。如果你在1楼，那就更危险，就是如果你的猫跑到大马路上，或是躲在车子底
下，都是非常恐怖的行为。大家不要拿家里养的猫跟外面的流浪猫比哦，毕竟流浪猫的寿命大概就只有3年，应该也不会想要你的爱猫就在外面这样惨死吧。所以其实养猫的其中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做好你家门窗的防护。而且像你家里可能有猫砂嘛，平常闷在家里，房间空气可能也不会那么好，你就会希望可以开窗户通风。这时候如果你家的猫跟钓鱼一样聪明，你又没有一个防护网的话，那你想开窗户就只能在你在家的时候，平常你外出家里想要通风就会比较难。当然如果你家有什么超高级的空调系统的话，就当我没说，但我还是推荐给大家啦。如果你也想要做一个简易的防护网的话，也可以去看我们之前的影片。好，以上就是没有不会怎样，但是有了你的生活会更美好的5样生活用品。